有團體發起遊行，呼籲社會包容同埋接納同性戀人士。大會估計有近1萬人參加，警方話終點有4000人。香港女同盟會、跨性別權益會等60個團體發起嘅遊行，由維園出發去到金鐘政府總部，希望社會尊重同埋包容同性戀者。對於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早前發出嘅牧函，呼籲教徒喺區議會選舉同埋往後選舉投票嘅時候，考慮候選人或者政黨對家庭同婚姻議題等立場。發起嘅團體表示失望。咁或者教宗所批評嘅即係心靈封閉嘅人呢，可能就係湯漢啦。湯漢眼見社會上面同志受到嚴重歧視，但係又視若無睹。咁我哋見唔到湯漢主教呢，咁有宗教人士應該有嘅愛心同慈悲。出席遊行嘅平機會主席周恩岳話：尊重湯漢發表言論嘅自由，但係擔心言論會為選舉候選人帶來壓力。我就有啲關心就係宗教同埋政治，包括係選舉嚟掛鈎咧，係一個值得即係關注點嚟嘅。因為第一方面宗教裏邊都有唔同嘅政黨同埋政見嘅人啦，而喺即係政黨裏邊亦都有不同嘅即係教徒或者係非教徒啦。咁所以即係將兩樣嘢係拉埋一齊咧，係可能有啲好難預計嘅一個影響㗎。主辦團體話，同志社群要求政府立法保障唔同性傾向嘅人士免受歧視，已經超過咗20年，但係政府仍然未就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，希望政府能夠盡快開展有關工作。無線電視記者單景偉報道。